眨下眼又就快到夏天啦。平時我都習慣開窗等間屋可以通下風，但係我對面棟樓又未起好，所以每日都會有好多塵吹入屋企，搞到屋企周圍都係塵。咁所以我就決定要買翻部專業嘅空氣清新機嚟解決我室內嘅空氣問題。經過幾次了解同比較之後啦，係咪？最後咧，我揀咗 AirPods，因為佢係專業做空氣淨化，口碑都好好。呢部 AI68可以全面淨化空氣中好多種問題嘅，好似致敏原啊、細菌啊、甲醛啊、異味嘅等等咧。我最滿意嘅就係可以淨化到致敏原，因為我本身咧係有鼻敏感，一到轉季嘅時候個鼻就唔舒服。有咗佢之後咧，就可以輕輕鬆鬆咁轉季啦。白色嘅機身配埋銀色金屬，望落好有質感。下面係入風口，上面係出風口。咁樣就可以保證淨化出嚟嘅風係完全乾淨，為咗俾大家可以清楚感受到佢嘅淨化效果。我用咗個空氣檢測儀嚟做測試，我將個檢測儀放喺入風口，然後再製造啲空氣污染，可以睇到個檢測儀嘅 PM 啦，數值咧即刻升到最高，再將佢擺喺出風口做測試，可以見到個數值降到0，真正做到淨化之後出風口零懸浮粒子。機身整體用咗塔式結構同埋3層嘅模塊化濾網設計，唔同嘅濾網有唔同嘅淨化效果，可以做到單次效率高達99.99%。最上面嗰層咧係 H13級嘅 HEPA 高效濾網，專門淨化致敏原、細菌啊、病毒呢啲微細嘅污染物。中間嗰層係一個重達10 kg 重嘅活性炭濾網啦，用嚟咧淨化甲醛、TVOC、裝修類同埋異味呢啲污染。最底嗰層係初效濾網，可以過濾霧霾、灰塵呢啲空氣中嘅懸浮粒子污染物。個濾網嘅使用壽命都比市面普通嘅清新機長好多嘅，最長可以用到36個月。之後換濾網嘅費用都平好多。呢個係德國嘅 EBM 風機，風力大，覆蓋範圍又更廣，用緊嘅時候噪音好低，夜晚擺喺房都唔會影響瞓覺。而家每日喺屋企唔開窗都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空氣中冇晒啲塵粒，連張台都乾淨咗好多啦。機身有個5寸嘅 touchscreen， 連咗上網可以睇到本地嘅天氣狀況嘅，實時監測到室內外嘅空氣指數，仲可以好清楚睇到個濾網嘅使用壽命，同埋室內外嘅溫度同埋濕度，仲可以綁定咧手機 app， 係用手機都可以操控到啦，同埋睇到部機嘅使用情況。部機個底有萬向輪嘅設計，方便咗平時用，好輕鬆就可以將部機推嚟推去啦。推薦佢唔單止因為佢係一部專業嘅空氣清新機，而係成個用落嚟2個月嘅真實感受，真係顏值同實力並存啊！